我会帮你照看好他的。你除夕节一过啊，就马上要到上元节。这上元节一到啊，就是我演奏的日子。好了，别想了，吃菜。公子，您平时都不怎么喜欢烟火的飞尘，怎么今儿个突然拉来这么多香？这得放到什么时候啊？送荷包的事呢？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之前送荷包都太过于草率了。我打算明日正式的去燕家送一次荷包，看他收不收。虽然我也是知道机会渺茫，他这个人又爱出尔反尔，不过现在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